来看伊电基金会万方启灵中心，和身心障碍者的成员演出舞台剧，最近嘛公开演出，咱做伙来看卖。介意布袋戏，想要推广给朋友，卡音甲社福团体工作人员展开一场圆梦之旅。规个过程变作是类舞台剧，而且全部由身心障碍者来演出。故事接龙，一人一个字，或是一人一句话，那我就变成数字接龙，1、2、3、4，让它先分解之后，然后再组织看看，我们可以按照他们不同的能力变成什么样的故事，这样，然后在这个陪伴中去寻找到这件事情可能对他的意义是什么。各位演出分解做无共单甲游戏，互无共类型的身心障碍者，拢会当好好发挥因的能力。伊电基金会认为讲，身心障碍者的文化参与，毋但是静态活动，或者是以观众的身份来欣赏演出，也会当经过课程的设计甲训练，结合艺术的方式来呈现。早年都是比较静态创作，但是没有办法符合每一个障碍别的需求。那蛮多心智障碍，他们还蛮喜欢是这种音乐的舞蹈演出。我觉得这个在 CRPD 来讲是一种突破啊，因为以前都是比较是专业领导，但是现在是比较沟通后产生出来的一个演出。就算爱比一般的人用更加侪时间来练习甲准备，成员也是真愿意投入课程。伊电表示，期待当透过这个演出，互更较侪人了解身心障碍者，嘛会当平等参与文化艺术甲社会参与的重要性，嘛希望大家拢会当加因支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